这么多字儿啊？啊，咱不就把这个名字一划，写上杨万里3个字不就行了吗？哦，道理倒是没错，毕竟是金榜嘛，直接在上面修改涂抹，有失体统吧。是哈。可是这万一我错了一笔呢？祁年兄，凡事还是多往好处想。有什么好处？比方说，手抄金榜者，从古至今唯祁年兄一人耳。是啊。可是我这，不，这万一错了，哎，老邓，还是你来吧。哎，使不得。大人是吩咐，您错了。不，你的字儿比我的字儿好。那我命也好呀，我不用做这事儿。按理说，此事该当礼部的人动手才对。大人说了，这放榜之事啊，年年都是礼部来做，他们也累了啊。今年呢，就让咱们医处替他们分担了。可也用不着这么大一张榜。大人还说了啊，这届春闱啊，要的就是个公平。之所以用这么大的榜，就是要昭告天下，公平。对。那既然这么重要，应该大人亲自提笔才对。你这话能不能过脑子啊？大人那笔字儿，啊，哎呀，确实是，大人亲笔的话会伤了自家颜面。哎呀，再说了，大人现在正忙着呢。陛下把这些年的春闱舞弊案，都扔给大人了，大人正查案呢。哦。都是些陈年旧案呐，从何查起？不是你能不能不说话呀？我这万一写错了呢？我也是担心大人嘛。在牢里查。牢里？哪里的牢？咱医处自己的牢里，别说话了，行不行？哦。哎呀！呀！看看歪没歪？祁年兄，无从判断呀。这看不出来吗？委实看不出来呀。就这么着吧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陪我爹。不是，我是说医处的地牢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王启年说了，老王就让你进了。一开始不同意，然后呢？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我回来京都算不算是暗中行事啊？那当然算。他也是这么说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，那既然是暗中行事，目的不就是不被别人发现吗？那我待在地牢岂不是很合适？
你这什么话？居然很有道理。然后我又跟他讲，我说范闲求我爹做事，事成之后，万一他要杀人灭口，我要是跑了不合适啊，所以我要跟我爹待在一起，待在地牢里。如果你真的要杀人灭口，大家都方便。爹，然后王启年就让我进来了，喝茶。你就不怕我真的杀人灭口？你不是那种人，这么信任我？也没有什么信任不信任的，我就是想跟我爹待在一起。老夫也要感谢小范大人，把我从刑部调到一处，在这里住着舒服多了。待几天就放你出去，放心，不灭口。其实这些案子我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。能查吗？查是能查呀，但是查完了又能怎么样呢？说到底，能往城卫里塞人的就那么几个：太子、皇子、长公主、林相、陈院长，还有军部老秦家，这几个哪个能治罪啊？放心，我不傻，没想要把这些大人物拉下来。小范大人明鉴。背后的动不了，还有办事儿的。从中调停，收取钱财，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。动一批吧，最起码几年内让动了心思的人知道害怕，这样公平多少也能保住些。要查办事的，差不多都是礼部的。礼部清官多还是贪官多？大人，你觉得拿多少银子算清官啊？郭先生莫开玩笑，是大人先开的玩笑。那就一个一个查，犯错的都不放过。那既然这样，我给你列个名单，这些人办事毛躁，从他们开始会简单些。麻烦了。其实这案子最重要的是那些苦主。什么苦主啊？那些被诬陷的、被收买的、被改名换姓的考生们，他们就是苦主。办案嘛，总得需要原告嘛。多谢郭先生提醒。不要谢我，是天下学子该谢小范大人。严重吗？扫清积弊，还天下读书人一个公平，再怎么谢都不算重。谁找我？在门口。小贤贤，太保，快进来！你出来吧！你进来！你出来嘛！你进来吧！哎呀，你就出来吧！你进来我就出去。我进不去，你快出来嘛！快！刚才叫你进来，你怎么不进来啊？不行的，这里是你办差的地方，如果我进去做错事的话，别人会笑话你的，你就该没面子了。胡说，谁敢笑话你？进来看。不行啊！我就来看看你。谁带你过来的？袁袁先生啊？啊，就他一个？袁先生陪着，爹放心。那肯定的。小贤贤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爹要请你喝茶。世伯要是找我，随便找个人叫我一声就行，干嘛还让大宝亲自跑一趟？大宝啊，他自己也想你啊。大宝性子纯真，难免会受欺负。以后麻烦小范大人多照应着点儿。话里有话。
大人，您想多了啊。老夫还有些杂事要办，麻烦小范大人陪着大宝回府。你忙你的，放心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护着大宝。袁先生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古古怪怪的。是不是因为他的唐人太小了？有可能。陛下让你查近年春闱舞弊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？不瞒你说，这些年往榜单里塞人的事，我确实也做了不少。真要查，第一个查我就行。别看了，没试探。说真的，这能怎么真啊？你接手此事，转眼间全城传遍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陛下要让你借机扬名，为接手内库做准备。我知道，今日上殿，陈院长提醒我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真要查，查谁？查谁都是祸事，不小心就会树敌无数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查我算了。我提前弄几个人，到时候扔给你。一来给陛下有个交代，其次我能替你护着点儿。做官嘛，过于悍勇，下场堪忧。世国真是如同蜡烛一般，什么东西？燃烧自己，照亮了我。乱七八糟，什么歪理？还没来得及谢过世伯，春闱那天，你也替我考虑着。你自己做得很好，我的这些安排，你都没用着。这份心意一时难得。我这个位子，一人之下，既然能护着你，就多护着些呗。啊，总得给你些时间，待你抽枝发芽，亭亭如盖，就该靠你护着林家了。绝不相负。也不必如此认真，我也不会这么快就退。你且安心，万般烦扰都有我在。哎，这袁先生去哪儿？我等着他下棋呢。要是我悔一步，这盘棋我还能赢啊？袁先生不是办事去了吗？办什么事啊？不知道，不是你安排的。去见男的还是女的？这我哪知道啊？这个袁先生，瞧上去一本正经的，我早猜他倒麻着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在外边藏着个偏房啊？你有没有偏房？没有，我心里只有板儿。死离离没有，海棠朵朵没有。哎呀，还有那抱月楼圆梦，这个真没有啊，这个真没有。前面两个也没有。师伯，您这套下的也太快了。
终于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至于吗？当然至于了。那么大一张榜啊！我这一笔一画都不敢错呀！哎，这要是有点儿，哟，您给这么大一点呢？哎，我这一下就好多了。哎，全抄完了？哎呀，抄完了，总算是把杨万里这名字呀给改进去了。那就好，明天照常发榜。不，您不看一眼呢？没这必要。不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信得过你？哎呀，就大人这话啊，王某就像是，沉舟处见浮木，寒冬中遇暖阳啊。行了行了，少点套话。哦，大人，您让我查颍州的案子，查清楚了，这当年呀，的确是陈家被灭满门。知道了。还有，就是您领旨彻查舞弊之事啊，这已经在这坊间都传遍了啊。您，小范大人啊，现在在这读书人心目当中啊，那就是济世之才啊，亘古之光啊。有点过了吧？就是这些传闻呐，它好像都是从咱们院里边传递出去的。那就是陈院长的差事，陛下的指使。哎，大人，您说这是不是想借春闱之事，让您领袖文坛呢？我是真看不出来，我这样一个孤臣，却养这般的名望，陛下到底是想做什么？老王啊，平时遇到其他人，我觉得自个儿挺聪明的，可唯独遇到陛下，是真看不懂啊。陛下，范闲已然接了春闱旧案，证人可以随时登台。陛下以为什么时候可以安排？别影响放榜。明白。放榜之后行事。这旧案背后的事儿，范闲接得住吗？他没得选。你们也不帮着出出主意。陛下没有旨意呀。你又不是木偶。臣愿意当木偶。你投了9支箭了，都没中。好，朕再赏你1支。你刚才不是说一切听朕的旨意吗？来，朕命令你，此箭必须投中。臣不善此道。投。陛下，中了！都这个时辰了，陈院长辛苦了。
我瞧这陈院长，您今天心情不错哎。侯公公也看出来了，好眼力。过去，我送您出宫。这段路我认识。不忍心者，牵绊，物累而已。以您的学识，一定肩膀出名啊！我这东西怎么能那么小？不要了。师兄，现在看书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有道理，师兄啊，来了。程家林呢？人这么多，不知道挤哪儿去了。不妨，他肯定在。二位，跳过礼部，监察院直接放榜，史无前例啊！小范大人整顿吏治，我大庆必当焕然一新的。杨万里，是杨万里吧？没错，就是杨万里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兄，我可是早就听说了，监察院这次放榜，就是为了把他的名字加上去。本来就是他，被别人给替了。小范大人觉得不公平，这才闹得这么大。兄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听了什么消息？怪不得，我就说史无前例啊！这，街巷传闻不可信的。小范大人进宫见驾是为了你呀！街巷传闻，你们知道是谁亲手把杨万里的名字给加回去的？谁呀？小范大人，是陛下。陛下连夜执笔，亲自改的名字。听谁说的？都这么说。哎呀，这个小子哪会有这么无稽之谈？都是你惭愧。来了，来了！大人来了！祝各位心想事成。又封榜了！在哪儿呢？公示第5名，特别靠前。会试榜单，这不分高低，都一样的。想喊就喊出来吧！呀！你们看看这3个字，是不是跟其他几个字不一样？好像是啊，看起来特别雄浑呐。绝对陛下亲笔，看来这次榜单是真的公平了。全完了！寒来暑往，屡试不中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大爷中了！大爷，别白中了呀，大爷！侯兄啊，你也靠前啊！侯继昌啊！我儿子多年有情啊！接着找你，找嘉林。没关系。程嘉林，中了！险些看漏了，中了就好。是战力，莫要着急，也许是看漏了，再对一遍。对，再过一遍。
再过一遍啊！二位仁兄，恭喜二位仁兄啊，金榜题名。潜心苦读，下一次必当高中。成军贵言。杨雄，现在榜单已出，尘埃也落定了，该去拜访小范大人了吧？哦，那是自然。既然榜单已出，现在登门拜访，就再没有别的顾虑了。我现在就去寻嘉玲。嘉玲啊，你中了！嘉玲，我也同去吧。虽然未中，也该上门拜谢。那是自然。咱们再练习一次啊！不用了，已经练了很多遍了。来了。3、2、1，见过，见过。小范大人，你俩也不齐啊，赖我。上次见面有说有笑的，怎么这会儿这么紧张？上回可不知道您是小范大人。对，小范大人也是人。小范大人不是人，小范大人是诗仙。陈立，怎么了？连着说。你们3个找我有事儿？小范大人监理春闱之职，对我等来说，当以门生之礼拜之。拜师投效。小范大人以雷霆之威扫清春闱之弊，此等魄力，当受此礼。我等4人心生敬佩，愿为大人效力。 4位。哦，程嘉玲看榜时被人挤伤，不能走动，他让我们代为转达对大人的尊敬之情。好，你们4人有3人上榜，虽然还有殿试定3甲，但你们如今已经能算是官绅。做事之礼不能白受，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做官的道理，送给你们。我想说的全在上面，去吧。 大人，先生，学生告退了。先生，学生告退。石展立，你留一下。好好做人，好好做官。不愧是小范大人啊，还可以这样用词，言简意赅，意味非常。侯兄，你看这做人，可是在做官之前啊。杨兄，从今日起，我等便是范府门生了。你我互勉，莫要辜负了小范大人的期望。嗯。 大人，我没考上。我知道。
愧对大人教诲。用心就无愧。大人说的是。那大人留我，可是有什么交代？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接下来这几日就打算离开京都，回家去了。你回不去了。石家镇一场火灾，全镇被烧。这是当地府衙出的报灾文书，你看一眼。这场火灾或许不是天灾。大人，贺宗纬求见。先把他带走吧，我晚点过来见他。是，大人。范大人，贺宗纬又见面了。读书人不能做狗，也不该做狗。上次听了范大人的教诲，贺某受益良多，在此拜谢大人。这次春闱怎么没见你？贺某本该投身考场的，可这人间总有些事比科举重要。10年寒窗晋升仕途，对你来说，还有比这重要的？自然是。人命关天，沉冤难雪。有冤情，你们应该找衙门的。本该是去衙门的，可听闻大人接手了春闱舞弊之案，这冤情只能求范大人来结。春闱之冤，这夫人的夫君是上届春闱落榜的考生，此人才学卓然，本该高中的，可到头来被人冒名顶替，夺了官身，偏偏此事还被他知晓了。读书人咽不下这口气呀，便想着为自己伸冤。接着说。然而那冒名顶替之人是朝中高官的门生，谁曾想这高官痛下杀手，害了这考生的性命。到如今，只留下这遗孀在世，他却还想着为夫君寻回公道。贺宗纬，这件事情与你有关？我贺宗纬天良犹在。听闻此事之后，我便离开了京都，好不容易寻找到了这位遗孀，将她带了回来。大人，如今朝堂只有范大人您愿意为天下的学子做主，我只能将她带来见范大人。你为了这件事儿，春闱都放弃了？人命关天，义不容辞。你可否知道，那位害死你夫君的高官是谁？小女子知道。那就说出来。春闱舞弊，夺我夫君性命的，是当朝宰相林若甫。大人为民请命，
天下敬仰。要论大义灭亲之举，普天之下，唯范闲、范大人可为。顾辰呐，严大人，严大人，找我。一个书生，一个苦主，告林相杀人灭口。案子我知道了，为何找我过来？死者住处不在京都，这案子得四处协办。不够。刑部、大理寺、京都府都得协办，人不能给出去。那当然，自然以监察院为主。这些衙门在哪儿，我都得挨个认。要不这样，跟各部打交道的事儿，你先帮我弄着。你想过没有，如果这案子是真的，你怎么办？长公主算是被你赶出京都，现在轮到林相，你怎么面对郡主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把这案子转给我，我来秉公执法。你是怕我为难？我怕你徇私。谢了，不过这案子啊，只能是我。为什么？追查春梅舞弊是陛下钦定的差事，我无处可退。你觉得林相这案子，陛下事先知道吗？别这么想，太危险。你去哪儿？相府。这时候去相府啊？慢走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给你包起来。袁先生来了，您里边请，你们上座。来，喝杯茶，这茶真不错。是，新鲜的很。多吃一点啊。袁先生，这边有上座。不必。来盘牛肉。好嘞，客官，马上来。钥匙这儿。好嘞。一壶茶，2盘干果。好嘞。这要下雨？是啊，有。那边的窗户为什么关着？那下面是河，蚊虫多就关上了。哦。打开。哎。你打算就这么站多久？别愁眉苦脸的，年轻人不能消沉。有人报案，杀人灭口是吧？听说了。是您吗？真要是我，你会抓吗？你要想大义灭亲，这会儿就不该来见我。你要是想徇私枉法，这会儿就更不该来见我。落人口实，小心被参。如果杀人灭口的真是您，我亲手抓您，无法面对婉儿；但我若是徇私，无法面对自己。还是心不够狠。所以是您吗？去年春闱冒名顶替，好像有那么点印象。好像，毕竟不是什么大事，用不着我亲自招呼。所以杀人灭口是您安排的？没有。
治大国如烹小鲜，老杀人，这还怎么小鲜？不值当。所以您觉着这是诬告？倒也未必。我在官场混迹多年，门生旧故太多，自己都认不过来。这么多人，良莠难辨，总会有坏的、蠢的。那时候办理春闱一事的就这些人，若真有杀人，从他们查起，或许会有个结果。真不是您？绝不是我。苦主是亲自登门寻你的，是。陛下才把查处往日春闱的差事交给你，命案就送上门来了，可真巧了。若是这样，这几个名字未必扛得住。这个案子牵扯很广，一会儿我们会护送你们去大理寺。等到了地方，该问的也得再问一遍。你们记住，在大理寺堂上，不必慌张，不必多虑，一切都由我监察院做主。听明白了吗？学生明白。奴家明白。你拉这个有什么用啊？闲着也是闲着。院长，若海来了。有事啊？范闲查案的事，您知道了吧？知道。林若甫为相多年，门生众多，要查他，靠年轻人不行。你刚才讲的这番话，他刚刚讲过。咱俩这话几乎一字不差。继续说。林若甫将来是范闲岳父，再怎么也不能让范闲去查呀。无论什么结果，将来让范闲如何自处，这话我也说过。你还说过什么？我意思，林相这案子要不换个人查。怎么没人？你这不闲着没事拉绳玩呢吗？我来吧，案子给我，我替孩子们接了。你这是何苦啊？他又不姓严。你让他接手监察院，咱们老一辈的，好歹要护着接。我看行。你一个户部的，就别管监察院的事情了。你接不了。为什么？人家点名让范闲，谁审还不是一样？监察院行事又不是儿戏，你让范闲查林若甫，这不就是儿戏吗？言之有理。你们俩还一唱一搭上了。这说道理呢。道理很简单，这个案子必须是范闲去查。天恩浩荡，你俩应该明白。这件事情救不了的。
相爷为敌。相爷与我有知遇之恩，此恩今日必报。拿人！这是绑了！严大人，杀人灭口的证据啊！受伤了吗？监察院威名远扬，有严大人在，诸位在，百姓是放心的。严大人，那好像是袁宏道，林相门客。别好像了，就是他。这年头，都把人当猪吗？退下吧。袁先生半道刺杀，未遂，这罪名可就坐实了。那是袁先生多年在我门下，撇不清啊。这袁先生为何要这么做啊？我还以为你会问我，是不是我主使的？您又不是傻的。真想不到啊，这袁先生这么多年深藏不露，真没看出来。他究竟是谁的案子？已经不重要了。大人，去哪儿啊？谢阳。继续走，不用停。是。信阳去，长公主封地。袁宏道是长公主的暗子。嘿，范闲办案，长公主下套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是别人，和那位没关系。范大人这话，我就当没听见。
你听见我也不会承认。院长，黑旗都跟着了，不抓袁宏道吗？林相现在奔宫里去了，范闲也跟着去了。他凑这热闹干嘛？没有办法的事。这看起来可有点范闲大义灭亲，亲自押林若甫见驾的意思。林若甫为官多年，门生众多，这样一来，都会恨上范闲。不怕，恨我的人也很多。你多大，他多大，这能比吗？不用怕。林相数十年风波看尽，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哼，这局面了，林相还能自保？他有的是选的。范闲，待会儿见驾，无论我说什么，都别搭腔，当没听见。要不我还是别跟着进去了。那不行，你得在。要是能把袁宏道抓回来，让他承认是被人指使，或许还有出路。检察院真要抓人，早就把人抓回来了。二爷，老奴还在呢。我们说的话，你都如实报与陛下，这才显得坦荡。二爷，私下说不好吗？大公者向来无私。我刚才都交代什么了？有儿陛下面前，无论您说什么，都别搭腔。陛下如果向你要态度，你就装傻。林相，坦荡，无私。都记住了。接下来这出戏，你要好好看，用心学，将来就是你和陛下搭台了。陛下，林相小发的人到。快给林相赐座。林相啊，朕这几天看了不少的折子，我大清国是人尽其能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多亏了你呀，你功不可没。这是我撞倒的。林相，坐。臣已年迈，老眼昏花，渺渺糊糊间冲撞了天子，还请陛下治罪。刚才已经说了，林相功高啊，何罪之有呢？陛下如此待臣，老臣百死亦难为报。臣说百死是成百上千的百，不是平白无故的白。好端端的说什么生死啊！人嘛，总有那么一天。林相正值盛年，为言过早啊！林相，此次前来，恐怕不同于往常吧？陛下，臣有罪。起来说。臣这些年劳神费力，心神俱损，如今满头华发，百病缠身。
臣这般残躯无力国事，尸位素餐，心中难免惶恐，恳请陛下放老臣告老还乡。百病缠身。范闲，臣在。你觉得林相说的是实情吗？回陛下，臣年纪小，看不清楚。你不是学医吗？学的是毒。会把脉吗？那倒是会。来，给林相把把脉，看他都有什么病。回陛下，还行。什么是还行？从脉象上看不出异常。上年纪了，不算病症。哼哼，林相啊，你不是说你百病缠身吗？臣方才碰到椅子，陛下不是瞧见了吗？眼睛都不行了。哎，范闲，眼睛不行，这脉象看得出来吗？那看不出来。臣驾前失仪，若无眼疾，岂不是死罪？叶落归根，陈其骸骨，但求归葬乡土。林相，你劳苦功高啊！你这一走，满朝的官员恐怕都不干了。陛下错了，这些年臣身居高位，享尽荣华，为国效力理所应当，怎敢言功啊？能说无过，亦是侥幸啊。有功有过，两不相欠。年纪大，欠不起，还望陛下恩准。真是舍不得你啊！臣感激涕零。你若走了，谁能做宰相的位置？如此重任，自然是陛下权衡，臣不敢妄言。可是举目望去，满朝文武，能有学识、有眼界的，恐怕没人能胜你吧？这真没有。若是有人强过老臣，这么些年，这宰相之位就不该是臣的。我要说有人能接我班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朕不识人呗。所以，陛下何等眼光，怎么能看错人呢？所以这个宰相的位置还是林相的。可惜我老了，陛下也不用担心。臣告老后，陛下可以慢慢找，慢慢选，总能找到最适合陛下的百官之首。